人讲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，今仔日有关有真侪民众出门去行村。台北的干道宫对初三到初五要举办做歌顶活动，民众拜拜了后会当斗阵来参与。另外，明仔载初四是接神的日子，民众也趁这最后这几天的休骨日，去到庙里去拜拜求财，也祈求讲今年会当趁搁较侪钱。 今仔是旧历正月初三，俗语讲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，初四祭神。困饱来拜拜的民众是下定定。台北市干道宫对初三到初五也举办鼓仔顶 DIY 的活动，大人囡仔家己动手做古水蛇形的鼓仔顶，民众感觉真趣味。目前来看，伊是非常的创意，你看伊个头，也安尼叮当，我感觉非常的好。色彩莲花，就是祝大家今年身体健康，大家讲话拢讲好话，过一个好年安尼啦。 除了体验活动，伫咧干道宫的财神洞内底排队排甲长，侪民众拢等要望金元宝拜财神爷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发财大赚钱。财神爷祝福咱的财望伫咱落地啊内底互咱保庇咱大家赚大钱。过年时民众拢会四界行村拜拜旅游，也若伫咧明仔载旧历正月初四是祭神的日子，众神明会伫旧年旧历12月24登去天庭放假休困。 伫正月初四祭神，信众会准备糖仔饼仔，佮有甲马甲神明接转来，而且祭神会使较晚咧，所以有送神早、祭神晚这款讲法。通常送神拢爱量早送转去，祭神晚会使较晚一个，不要紧较晚一个，所以通常咱祭神的拢会伫咧这个未经伫咧迄个主时啦，通常拢伫咧这个天光咱困起来了后，再来做这件代志。学者分享台湾风俗，佮有送神风、祭神雨的讲法，就是祭神即天神明对天庭落来，所以会落雨。另外，初四、初五祭神迎财神，全台财神庙亲像航路地福德宫、北港武德宫、南投德山指南宫、屏东车城福安宫等等。过年时人是吵，拢是祈求开工了后，新的一年大发财。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